今年2月19咧，观世音千手爆弹，所以牛牯咧喺啲法國站咧，哇！有間出街活去搭晚十里嗰邊搭西棚哦，哇！好多親戚朋友啊，新男新意啊，都來撞向喺大家都坐一齊嚟，有啲食，有啲料啊，真係得意，呢啲看下子。兩樣幾隻銀翼啦喎，哇！我冇錯過，媽咪百味好，哇！你每年都請很多朋友啊、親戚啊，哇！今天做得好隆重哦，你間出街活嘅喎，係嘛？係因為做咗幾多年啦？17年啦！哇！人人都人人幫我，真係哇！開眼法啦！開眼法啦！睇我又係要表示同家溝通，聽啊，撲耳聽聽啊！你聽下都來咯。聽啊！哎呀，乜嘅聽咗耳聽啊？燒茅菜嗰隻。我燒茅菜嗰隻。燒茅菜。係咁乜嘢啫？新冠肺炎都嚟要。話講下笑啫。觀世音前為太慈太貴，救苦救難，觀音菩薩。除咗在危難中救度眾生之外，好多人譬如求平安、求姻緣、求子女、求生意、求興旺。由於眾生苦難太多、心願太多，所以觀音菩薩就發現出千手千眼、分身無數嘅千手觀音。由於眾生根基不同、緣分不同、處境不同，所以千手觀音一心愛將釋放眾生，救出輪迴，千方百計救度眾生。觀音娘今仔開始主持火化儀式，新男新女呢都來點火。火光熊熊，視頻上好像有架太空船來迎接凡間嘅金銀珠寶、凡間嘅心願、凡間嘅苦難，信唔信由你呢？阿彌陀佛。